大家好啊！又係我唱故我在嘅時間啦。今集係咪一開始個冷氣大聲咗少少啊？冇錯啊，個吹風較大咗啲，有啲熱啊。而家個氣溫都高啊。好啦，事不宜遲啦。今集想講啲咩嘢呢？上一集應該都透露咗啲啦。等等，冇錯啦，就係外形同上一集一模一樣，接近一模一樣啦嘅手錶啦。呢隻就係 A158啦。上一集冇帶喺身，咁今次就再拍。咁呢隻係卡西歐 A158手錶啦，經典嘅款啦。咁佢個錶殼咧就呢啲唔係不鏽鋼嚟嘅喎，錶殼係個樹枝喎，係樹枝嚟做嘅。咁再鍍一個嗰啲銀色嘅嘢上面嚟包住佢啦。咁個玻璃咧都係一啲樹枝嘅玻璃嚟嘅，即係呢個 mon 啊，即係 dial 呢個透明 mon 啊，都係一啲樹枝嘅玻璃喎。其他部分咧就先至係個 stainless steel 咯，先至係個不鏽鋼。咁隻錶有3個按鈕啦，都係同卡西歐啲錶一樣啦。左上角呢個係燈啊，有光殘殘，好難睇到個燈。都見到喎，犀利啊！有個燈，左下角個掣咧就係毛掣，咁好清脆啊啲聲，撳落去呢個係 alarm 啦，然後呢個就係個 stopwatch 啊，咁1/8秒計時，跟住應該就 cancel 啦，係啦。跟住咁樣就會彈翻去最初度嘅畫面。玩開電子錶嘅都知啦。Stopwatch 之後咧，就開始調校時間啦。就咁撳，我就唔校啦。好啦，咁呢個掣咧就係撳佢就24小時24小時顯示嚇，而家早上咁就自然永遠都係10啦。咁呢隻錶咁防水就有防水功能嘅嚇，但係就唔好帶嚟游水啦，即係普通洗手落雨咁都冇問題。好啦，睇呢個錶帶啦，錶帶都好靚喎，佢係一路咁樣斜落去呢個係個不鏽鋼嘅錶帶啦。咁有個喺錶扣嗰度咧，就有個卡西歐嘅標誌，卡西歐。咁呢個不鏽鋼錶帶點玩咧？同其他嗰啲款之前一開始早幾集都有一隻介紹過，即係 Citizen 同嗰隻都係一樣嘅。呢個就係揾支硬少少嘅筆咩都好啦，唔使啲咩專業嘅 equipment 噶啦。咁呢拍出嚟呢度成個扣就可以上下移動，咁就非常之方便嘅。睇睇個錶底啦，錶底就寫住卡西歐啦，A158啦 ，stainless steel back。跟住 water resistant made in China。咁4粒螺絲鎖起嘅錶底呢隻真係復古味10分重亦都係本人好喜歡嘅呢隻錶。咁佢嘅重量大概幾多啊？重量呢隻咧就大概46 gram，官網顯示咧就46 gram。咁佢個 dial 咧
就唔大個噃。佢係呢個係個 dial 係點講啊？呢度係就大約37啦，37mm啦。跟住個長度甩咧，就應該33mm 度啦。跟住個厚度係十分薄嘅，厚度係8.2mm，成隻錶40幾 gram， 十分輕，戴上手好似冇帶嘢咁，但係就人人見到你戴呢隻咧，都要知道佢係卡西歐經典款啊！唔使去用個腦諗呢隻係咩錶，呢個都十分新淨，係咪？呢個都係我一個十分喜歡嘅收藏啦。唔知大家鍾唔鍾意呢？可以留言同我講下啦。好，唱歌啦。聽 intro， 認唔認得係邊首歌呢？我什麼都沒有，只是有一點吵。如果你感到寂寞，我帶給你熱鬧，為你繞一繞，沒有什麼大不了，卻可以讓你微笑。其實我很煩惱，只是你看不到。如果我也不開心，怕你轉身就逃。愛上一個人，一定要讓他相信，這世界多麼美好。對每個人都說還好，我的心我的情你不需要明了，只要我對你好，這樣的溫柔你要不要？其實你愛我像誰，扮演什麼角色我都會，快不快樂我無所謂，為了你開心我忘記了累不累。其實你愛我像誰，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給。哦，在你身上是會流眼淚。冇錯啦，呢首就係張衛健 Dicky 嘅國語歌《你愛我像誰》。咁呢首歌應該睇電視撈飯嘅人都會睇過套劇集啊，叫《小寶與康熙》啊。咁啊，張衛健就飾演呢個韋小寶啊，嗰陣就係即係同一般嗰啲拍《鹿鼎記》嘅唔同，拍《鹿鼎記》就《鹿鼎記》啦，係咪？梁朝偉做過韋小寶啦，周星馳做過韋小寶啦，所有都係叫做《鹿鼎記》，有《鹿鼎記》3個字，唯獨呢套劇咧係冇《鹿鼎記》呢3個字嘅，係就咁叫《小寶與康熙》。睇返資料咧，呢首歌係話2000年，係2000年，話20幾年前啦，原來
原來已經廿幾年前。有興趣嘅朋友又睇翻咯，都幾好睇。我記得呢套劇啊係幾好睇嘅，不過我唔記得咗邊個做康熙，係咪阿譚耀文啊？記得嘅記得嘅朋友留言話我知，好嘛？真係唔記得嗰陣係小寶與康熙啦。咁最記得係阿朱茵做阿柯，做佢老婆，最靚個老婆阿柯。其他都唔記得。唔好 Google 喎，嗱你 Google 之後留言咁啊，唔當係啦，唔當啱啦，係咪？咁我 Google 講俾大家聽到啦，係咪？即係咁啊，係啦。嗰陣仲有套叫乜嘢啊？叫《少年方世玉》啊，都係呢套劇都係好受歡迎。今集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先啦，請大家幫忙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出去啦。再提大家，你睇緊嘅係，你聽緊嘅係我唱故我在。